喺清晨嘅寧靜中，喺夜晚嘅燈火下，每日與主同行，喺愛裏面與主相會。我係阿青，讓我哋一齊打開心靈之窗，讓神嘅話語成為亮光，指引前行嘅方向。被殺的使者，永恆救贖3，使徒行傳7章30至38節。過了40年，在西奈山的曠野，有一位天使從荊棘火焰中向摩西顯現。摩西見了那異象，便覺稀奇。正進前觀看的時候，有主的聲音說：我是你列祖的神，就是亞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摩西戰戰兢兢，不敢觀看。主對他說：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，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。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實在看見了；他們悲嘆的聲音，我也聽見了。我下來要救他們。你來，我要差你往埃及去。這摩西就是百姓棄絕說：誰立你作我們的首領和審判官的？神卻藉那在荊棘中顯現之使者的手，差派他作首領，作救贖的。這人領百姓出來，在埃及，在紅海，在曠野40年間行了奇事神蹟。那曾對以色列人說：神要從你們弟兄中間，給你們興起一位先知像我的，就是這位摩西。這人曾在曠野會中和西奈山上，與那對他說話的天使同在，又與我們的祖宗同在，並且領受活潑的聖言傳給我們。請細心思想以上經文30至34節，摩西人生嘅第二個轉捩點，佢被上帝呼召，再次介入以色列人嘅苦難中。35至42節係摩西嘅第三個40年。35同37節有一個對比，就係人對摩西嘅評價與神對摩西嘅評價，兩者有何不同呢？你能夠聯想到咁樣同耶穌嘅情況有乜嘢相似嗎？35至38節論到神藉摩西嘅手拯救以色列，又藉摩西頒布律法。39至42節卻論到以色列人點樣回應。你對呢個回應感到意外嗎？點解呢？讓我哋一齊默想經文對我哋嘅意義啊！逼迫基督徒嘅猶太宗教領袖，表面睇嚟係捍衛摩西同佢哋祖宗嘅律法，但司提反指出佢哋嘅祖宗係離棄神而拜偶像嘅人，間接指出佢哋亦都係拒絕神所差嚟嘅基督。我哋今日喺度捍衛乜嘢價值精神呢？呢個係真理嗎？我哋回顧歷史，如果能夠明白永在嘅神佢永恆嘅救贖計劃，我哋應當思想，我哋係拒絕抑或係順服喺呢個計劃中呢？多謝收聽和諧頻道製作，每日與主同行。材料改編自國正網絡細味主物語，原作者楊海恒。好開心能夠同你分享上帝嘅話語，一齊研讀聖經，靈命成長。歡迎你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下足跡，聽日見啦！